宝藏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包括宝藏来信、好剧、好书，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加入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对了，宝仪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各位万城里的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任务。先甲先甲你讲歹势一下，就是阮兜咧做工程，所以可能有大家有若是听到声，迄就是外口的人咧背景音啊，白噪音。嘿，对。咱今日要来讲咱英国的一寡新闻。对。因为我当时阵我主要伫看迄什么 Instagram 顶悬迄短影片，我就看到咱英国的首相伫访问的一个影片，我看到的时阵我就觉真正是有够咸的啊！就是因为英国inflation 的关系、通膨的关系，人民的薪水约袂着迄伊的速度，所以英国的政府就要考虑着甲遮公家机关的员工加薪，因为是有咧台湾嘛是安尼嘛，就是公家机关先加薪，会带动企业去甲其他的劳工人民加薪。对。因为伊加薪，伊就是爱有钱，爱有来源啊。伊讲伊无想要去提高人民的税金，嘛无想要借钱去付遮的钱，所以伊就想着两个足好的方法去找钱，就是你去移民签证的费用，甲外国人健保的费用。伊估计差不多会当收超过11英镑。11英镑你大概是400亿台票。我感觉这真的是足咸的，所以移民签证是去差不多15%，健保费用去差不多66%。真正足咸，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阵，我真正是毋知要安怎讲。伊就是找这外国人开刀啊。对啊，就是安尼啊。伊毋敢去迄个企业的税啊，就来找这外国人开刀啊。对，我这是先讲健保费用，本来一年的健保费用是，就是一档暂时是624磅，差不多台票25000。伊会要起价是要起价1350磅，所以就是400亿，大概400亿啊。囡仔甲学生较俗一点点啊。囡仔甲学生本来是470磅，差不多19000，会起价776磅，差不多30000。伊这健保费用是绑伫咧签证内底，对毋对？就是你要申请签证的时阵，比如讲咱若是申请这个配偶签吼，咱的 spouse visa 这个签证是2年2档半嘛，所以你就是你624磅，个算 times 2.5， 就是安尼就是你这张签证爱纳的税。对。爱纳的健保费，但是你若是入来了后，你开始食头路，你同款会付你的健保费，所以这是另外高的健保费。对，就是安尼。是阮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因是工作签过的嘛，因拄好是2个大人，2个囡仔，因可能本地爱付，这是偌济？19940磅，就等于台票43万。以后因若要申請，就起了後啊，這個介紹會變18110磅，就是等於72萬。這是已經是5檔算做伙啊，所以才會這濟錢。因為伊迄工作簽差不多攏5年一屆嘛，5年一簽啦。
为什么我会讲以后申请会超过18000磅呢？是因为英国每年的4月份拢会固定起价。对，因永远拢会记得爱起价。真的，因这拢袂老高去的。嘿，拢袂老高去嘿。你记会记得你当初是spouse visa 偌济吗？配偶的签证。我已经袂记记啦呢，但是因为后来，因为我拢有需要，比如讲要转去台湾还是创啥，所以我第二签开始，我拢用加钱，互伊一礼拜以内就有结果出来。啊无你着爱挺好等到3-4个月，有当时啊，搁爱等到6个月，迄后发多一。安尼我记得我当初申请的时阵是600磅。迄是2014年的时阵，我申请配偶签是600磅。你敢知今年偌济？毋知。1538磅。哦，起小济呢。这到底是几倍？我不晓算诶，这到底是起几趴？我数学无好。差不多150%吧。我会听。好，这是今年诶哦，伊甲未起价哦，因暂时要起价1845磅。哎呦，夭寿哦！就是代表74000。而且伊这是惊啦一届尔，因为咱无论你是工作签证，还是配偶的签证，你拢是爱签2届，才有法度转做公民安尼。对，毋过呢，这要起的数字是，因讲是差不多秋天的时阵会起，才是9月份，我感觉应该最近会起啊。毋过最近起了，明年4月份的时阵，伊个起一届，毋是吗？对对。我看到这新闻是个真正是英国到底因安尼倒头做呢？因为因一直以来拢有即个，就是迄个啥 skill worker shortage，就是因国内的人才无够，所以因一直拢爱靠即个欧洲的人才过来因遮食头路。啊，即摆因脱欧了后，欧洲的也好，也是比如讲亚洲世界的人才要入来遮做工课，因应该是因为因的家己的人才遮迄个遮欠缺。嘿，对啊，伊应该是爱甲即个签证的即个系统，讲用较俗的、较简单的，互逐个人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入来做工课，结果伊煞倒头做。对啊，所以我就看伊迄影片下底有一个评论嘛。我就是用原文甲念出来，讲 Text your wife and other billionaires, not immigrants who came here to work and pay their tax. Tourists get out, stop destroying what's left of his country. I go, thanks for letting us know that UK doesn't consider immigrant as people. I go, really shocking that those words come out of his mouth. I feel insult as immigrant. 真正是安尼，也感觉身为一个移民，伊感觉伫即个国家是真正互伊讲遮话，真正是讲侮辱诶。还有一个上好笑是，因为就是咱诶首相因兜做钱嘛，因为因某因兜诶财产嘛是真济，因为爸爸是大头家伫印度是大头家，拢甲迄个政府咧签工程诶啊，拢有保障诶。过来都有一个评论讲吼 ，billionaires saying we need to find the money。伊意思是讲 ，Rishi 因兜已经遮好嘢，伊家己就是 billionaire， 伊开喙就是讲，阮需要找钱出来，毋是因家己爱甲钱骗出来。我在看阮人讨论即条新闻的时阵，我就感觉讲，你 OK， 你想要起即个外国人的税，还是健保好？那是你的权利，你有你的思考。我感觉这要安怎讲？我感觉这是找外国人开刀啦。但是
你找即个外国人开刀，你即个收入11英镑，啊，佫无够趁你的地方政府咧欠的税呢。哦，真正这是对啊，啊，你无想看觅偌济即个所谓即个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你迄叫啥跨国企业，伫遮拢无纳几啊税呢？对因为啊，因系啊，阮人就讲无定着，愈是因兜纳的税，佫比咱头较少咧。真诶，因为因某嘛，只要是讲一冬莫住伫英国超过183工，伊就毋免伫英国纳税呢。真假啊？系啊，够咸诶啊！所以伊一冬伫英国就莫住超过6个月，伊就毋免伫英国纳税啊。对啊，我有问阮讲啊，伊敢有起，比如讲企业诶税，伊讲有啊，伊有起迄个营业税啊，迄类诶啦。啊，当伊讲，你敢知影伊起迄个税是罚着啥物人？是罚着遐个中型着，就是遐真正认真咧趁钱诶遐小企业，啊，结果遮会大型诶种比例内财团，系财团拢无互扣着税，啊，这是一个规个税务诶制度诶问题啦。对啊，我感觉这是英国可能家己要好好啊思考，要安怎来处理诶代志。毋过伊就是伊上有名，毋是进前伊伫美国诶时阵是啥物 Wall Street Prince or something 哦，华尔街金童，结果我真正是金童玉女。天哪，这我最近看了这新闻，我真正是，而且我伫找资料时，就是真正是愈找愈生气，你敢知？对啊，真正是。对啊，啊，咱这个咧讲到咱即礼拜一个足重大诶新闻，就是Birmingham City Council 宣布破产，就是大家知Birmingham就是伯明翰啊，伯明翰就是夹伫咧咱曼城含伦敦中间诶一个大城市。啊，伊是人讲伊是即个欧洲上大诶市政府。欧洲上大诶市政府？嘿，有一个新闻讲伊是欧洲上大诶市政府啊，啊，结果伊宣布破产。啊，其实伊毋是头一个破产诶市政府。我找着伊个有伫英国个有4、5个破产诶市政府。嘿，对，啊，佫有一个哦，我记得是应该是 Croydon，我不要发音嘿 ，Croydon，因为咱这有朋友住伫遐，所以我记得足清楚。对，因为伦敦附近有一寡足歹发音诶庄啊，比如 Croydon 啊，跟 Slough 哈，啊，佫有一个 Sorry，足歹发音诶是咧 ，I'm so sorry，I'm sorry。好啊，叫转来对啊，Croydon 伊个是进前已经宣布破产3届，2冬来宣布3届。对，但你想我笑者，因为我之前迄朋友就一直讲这个所在足好啊。伊住伫遐时阵一直讲这个所在足好，足白。真正对啊。我毋知影白是好诶意思，我毋知，因为咱遮嘛是足白，但是后壁300字诶，嘿，好，歹势。后壁300字诶口水就莫讲啦。好啊，另外呢，就是除了遮诶城市里外，另外佫有40几个地方诶政府呢是带咧等，就是因嘛是要破产啊，但是未佫差一点啊，嘿对。就是我看着你遮诶资料了，我就随去找阮遮诶 council， 我去找伊诶 finance annual report。足惊我是其中诶一个，你敢知？袂啦，恁遐袂啦。我等下来讲是安那恁遐袂好。先来讲着即个Birmingham伊会破产诶
较近的原因是因为伊进前有一个共工无共收的问题，叫做迄叫啥物同工不同酬，伊做共款的工课，但是付的钱无共，你的薪水无共，互即个工会来提告，互法院来判赔10几亿。伊即摆已经赔一部分啊，但是佫有几亿未害了，所以伊即摆呢，就是伊已经无现金啊，伊必须要开始停止所有毋是必要的支出，而且呢，伊佫鼓励员工洗头路，嘿，给当安尼哦，对，当然伊讲伊的破产的原因是安尼啦，但是逐个地方政府破产的原因拢无共，有的是管理的问题，比如说，财务上的管理的问题，嘛有一寡是伊投资失败，比如讲南部的迄几个有寡是投资一个 commercial building， 就是买一寡楼啊厝啦，要投资结果钱摕袂转来。哇！对，但是其实你看逐个原因拢无啥物共款，但是表面上逐个原因拢无啥物共款，但是你看规个英国遮尔济地方政府拢要破产啊，就知影讲伊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就看进前咱 first season season 1的时阵讲到的迄警察的问题共款，伊是一个系统性的严重。对，来讲到即个业种呢，就要先分析即个系统，先来看因的即个地方政府的收入含支出的来源。以某一个已经破产的庄仔来做例啦吼，伊逐档的收入有一半就要扣即个 council tax。council tax 是一个税。是大家住伫即个所在，即箍里仔的人拢爱付的钱，就是毋管你伫遮是细厝，还是有买厝家己来住，你是厝卡，还是家己是买起来家己住的，你有住伫即个厝，你就爱付的即个钱。即个税呢是看即个厝的价值决定的。比如讲，阮兜是变 A， 就是上俗的迄站，一档。就落差不多1500磅，就是新台票差不多6万箍。好一半爱扣这 council tax 嘛，过来1/3是扣这个营业税，就是 business rate。伊这是你若是讲你是一个property 内底有咧营运吼，就是讲不管这个 property 是一个。比如讲一个店面也好啦，还是讲你看我做迄个太阳能的即个专案，伊即个土地面顶咧起太阳能，平常时遐拢无人哦，就是发电尔，迄块地嘛是爱纳即个税。对，好，讲到这1/3是扣这营业税了后呢，其中即个收入内底佫有1/4是靠中央的补助，所以你会当知影讲。这足大的部分，这地方政府的收入足大的部分是爱靠收税来支撑。过来呢，因为你的 council tax 是看你遮的厝的价值，所以你愈无钱的区呢，伊的厝愈小，安尼伊的市政府就会愈散。就愈需要来靠这个中央来补助。好，过来看伊的支出。即个庄仔伊的支出内底有4成拢是 adult care， 2成是 children care， 即2项叫做啥货？就是其实讲较简单的，伊就是需要帮助的人的社会福利的支出。就是这嘛是你共款，你愈善家的区，你即个支出就愈济。所以讲伫即个愈善家的区呢。你的收入愈少，但是你的支出都愈济，毋就挺好，即波就怎啊倒去啊？系啊，对，所以呢，咱在讲到这个故事的上源头，就是一开始一个2010年的时阵，迄个时阵毋是2008年是毋是金融去小高应嘛？对，华语叫金融海啸。
刷来伊伫2010年的时阵呢，因为英国的中央已经无钱啊，伊就开始做即个摘准，就是准节。吼，就开始甲地方政府讲，刷落来呢，我会减少恁的补助吼，恁若无钱呢，就家己看状况家己去起迄 council tax 吼，刷来呢三四档内底呢，就先减少差不多三成的补助，过来呢，逐档搁再减1成10%啦，所以足侪地方政府伫咧迄当阵了后呢，拢是要死也未转去安尼，硬经到即仔，但是呢，过发生一件足大的代志，就是2020年呢，对，武汉肺炎，lockdown，过来今年过来一个叫啥货，通货膨胀，就是通货膨胀，就刷来呢，英国就安那民不聊生，社会福利的支出就增加，business rate 的收入就减少，所以呢，遮地方政府就是要死袂转去，专家是咧看讲，这应该是一个开始尔。2025年的时阵呢，有一波搁较惨的破产，到时就真正是死严严啊。对，对啊，这是趁迄个英镑搁好的时阵去甲钱换代票。这我是毋知。无2025年若搁一波搁较惨，搁较害破产，英国是要安怎？你就会当趁迄个时阵买一间较大的厝，因为即马开始厝要落价啊，开始要落价啊，真的，已经开始咧落啊。阮兜迄个人讲吼，Our house is so tiny。讲你即个 tiny 真正是气死。好，安尼先较紧来看厝。对，听，爱较注意，莫爱安尼讲嘛，毋是无啥对啦，但是爱要伫迄地方政府有法度，因为真正是，因为伊去中央去减少伊的补助，内底受害上深的，就是上无钱的迄群人。你地方政府的收入减少了后，上头先受到影响，就是上需要政府帮助的人，毋仅是社会福利尔，比如讲你地方的发展啊，你图书馆啊、公园啊，尤其是上重要的，你的居住权，拢会受到足大的影响。你看台湾咧追求的这居住正义其实是买厝正义，就是大家拢爱有会当买到厝的权利。但是遮是安那，遮是量会当大的所在，讲无想要曝日压雨的所在拢无呢。这因遮才是真正的居住正义。对啊，搁公园好啊。你看Display公园偌水诶，对，真正水。搁有刻迄插头用迄插头刻动物放伫树仔篮内底，互囡仔耍。阮遮公园会当找着啥？树篮内底找着啥物枕头啦，玻璃破去诶玻璃啦，无就是看有对一个人因兜诶 sponge 无爱，等伫公园啊。伊差足济啊，啊。我就是你看到这Birmingham破产的新闻嘛，我就是去甲做啊。伊讲咱的英国首相无要甲救诶，无要救。什么意思？无要救？就是无要甲斗相共啊。伊讲诶小可迄个就是可能是伫遐补助遐人，还是较。就是需要帮忙遐人会小可支持者，无其他就是恁家己去想办法啦。对啊，有一个报纸嘛有讲着讲，足侪遮的地方政府因呢无法度去处理因的
财务的问题有足大部分是因为足侪中央的伊的补助是比如讲一档我来互你遮的钱这档互你遮的钱迄档搁互你遐的钱，就是你无固定的补助拢是遮一块遐一块，所以因无法度做足长期的计划。我感觉有另外一个问题嘛，是英国政府重男轻女。对。这预算嘛是拢放伫London啊。对。所以有足侪真正讲迄有40几个带咧等的，足侪拢是伫北部的。对啊。好，来讲到另外一个台湾的问题。来讲袂落，咱停去，就是讲路管的。对，最近有足侪人咧讨论，然后咱有咧听迄个中心路一段吼，一段嘿，因最近嘛咧讲即个路，迄叫啥？路权啊，坑伫路里起笑的代志，就是感觉台湾人咧塞车的时阵，拢会较高压起来。对。咱等下让比较一下。对，所以我来想讲吼，来讲到即个台湾路权的改革，我有一寡我的观察，我感觉会讲分享。因为英国吼，你莫看伊安尼好呆吼，但是伊其实伊的交通的计划是，我感觉是真完整。伊的交通的教育，我感觉嘛是足值得学习的。对。头先的我感觉台湾交通的问题有一个几个主要的原因吼。第一个是叫做叫啥大公路主义，就是学美国去套，就是你去到倒位拢要用塞车的吼。但是美国的地大，台湾的平地少，人口佫济，尤其是咱台湾吼有足济即个人讲大都会，其实咱有足济人口足密的即个城市吼，就需要大家爱较行路啦，爱需要大家去行路嘿。但是我会当体会讲，大家是安怎无爱行路。因为台湾真正足热的呢。嘿啊，真的。迄日晒落来，规人会氧气呢。所以但是我是感觉讲，大家会当慢慢去惯习，讲莫去倒位拢要追求讲，你就是爱停伫店的门口。所以有足侪人拢无咧插迄店的门口是红线还是啥物线。伊就是要停伫遐啊。对。就是要暂停伫遐。佫有人会讲但是我是要送货啊。但是你就算讲是要送货，你伫英国遮嘛是只有即个指定的送货区，会当暂时互即个货车来停车。即个送货的人呢，则佫用塞车甲掳入去店的内底。我感觉这有2点嘛。第一就是大家莫想讲去到个倒位拢爱停伫店的正门口。第二就是你要开店的时阵，你爱规划即个暂时互货车停车的送货区。你莫无话逐概拢违规停车伫咧店门口，安尼嘛是足危险的。对。佫来是大家吼，既然大家拢要塞车，安尼你就莫去想讲去倒位拢袂塞车，因为车济就是会塞，加你一台车就是会加。不管讲你这路有大条，无想要塞车，你就是去坐大众交通工具。毋过我感觉这个会牵到即个头前讲到即个城乡差距的问题，就是台湾人口足济足密的城市有遮济，但是呢，竟若台北才有 proper 的即个捷运的网络。对啊。对。所以大家吼，若是倒有要去捷运，就爱甲支持。除了讲台中迄款的乌白改路线以外。第二个是我感觉是教育的问题，就是你看台湾咧考迄个驾照的时阵吼，我考驾照的时阵，一概拢无去你路年赛过呢。毋过我感觉这是爱看你的教练吧，因为我迄当阵有机会，毋过我无去。阮这学是上路差不多3届吧。我迄当阵嘛是有机会，但是迄道
拄好我破病怎无去。但是咱伫英国遮，就是头一节课就已经就是伫路尼赛啊。咱遮无驾训班，咱遮无迄款无一个驾驶场对，咱无一片空地就互你伫遐练赛车无，你就是头一节课，你就是着路诶赛。我毋知因为我诶教练吼，伊伫路尼咧赛诶时阵，伊着一直伫我诶耳孔边仔一直念讲，你遮爱让互即个行人啊，倒位你着爱让，倒位你着爱让，有看到别人黑白赛车，伊嘛会甲念讲，你看这就是无礼貌，安尼毋对。安尼袂歹呢。系对，所以我感觉讲，你这教练袂歹呢。系你对，因为你看即个教练，你是学3-40点钟咧学嘛，3-40点钟安尼一直咧伫你的耳仔边仔，安尼一直念，你咪观念嘛是会改变的咧。对，所以我教练拢讲，我若要拍方向灯进前，爱先看 side mirror 甲后视镜。目睭面啊。对，目睭面啊，嘿。咱爱先看，我若无看，伊就讲吼，你袂记去看哦。对，这考试的时阵，因真注重讲你一定要看你的，嘿。对。对，之前我有看到一个 video， 一个短片，伊就讲，你若是要伫英国考驾照，有一个动作最重要，就是你一定爱甲你的头小可翘一下互边仔即个考官会当清楚的看到你咧看你的目睭面啊。所以伊个教你讲，你的红棍爱安怎演，看起来较像。哪会遮好笑啊？对，就好笑的。对啊。我感觉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即个硬体硬体的设计的问题。比如讲，这足侪交通的即个袂重要拢有咧讲啦。所以我就无计讲，比如讲你这个过路线的退后，就是讲斑马线退后，互即个倒弯也是正弯的车会当看有讲，即个过路线面顶有人要行。第二就是爱让嘛。我看英国遮足侪拢是人行了，你伊车规条线行了，伊车才会驶过。比如讲过大路的中爱有即个安全岛，互即个过大路的人会当中休困，因为咱知影有足侪，比如讲高雄啊，有足侪大路是迄4-5条线的呢。你就算讲你互伊90秒钟好啊，迄毋是凊彩，我拢爱我少年人呢，我拢爱小跑步过呢。你若是较老的人，也是讲有塞囡仔车的人要安怎？对，所以你看因遮因若是有超过2线的大路吼，伊中拢有即个安全岛。就是你过一半了后呢，你会当伫中休困，你若是行袂了，你中休困不要紧。过来有一个我感觉是真好的设计，就是你咧转弯的时阵呢，因迄边仔的路拢有围栏，有用甲围起来。所以我伫高雄常常有拄着，就是我徛伫即个角啊遮，比如讲我咧等计程车，还是咧看路，还是咧等。有的时阵，迄机车会徛到我的头前，安尼闪过呢。因是会规个徛起来，即个人行道面顶，你感觉怎我意思？我知，伊无一个坎嘛。嘿，对。英国遮毋仅有坎，伊阁有一个围起来，所以你若是咧踅弯的时阵，你若是踅伤内底，你是会弄着壁的。这叫防呆装置。对。所以我感觉这是比如讲遮的设计问题啊，拢是需要去思考。当然是我知影讲台湾有一寡制度上的问题啊，因为这比如讲遮的设计都是地方政府咧负责的。一个政府一个规则，大家无若是大家概念无共，安尼所以毋是讲一个中央政府会当大规模去改变的代志。你有啥物补充的无？我无啥物要补充的，我感觉真好。
对，我感觉是一个概念的问题啦。但是只要大家了解讲，这照理来讲，伫咧路年行的，应该是行路的人上大。对啊，安尼大家都无啥物行冤的啊。因为大家拢是会行路啊，这是怎讲啊？对啦，迄个进前新竹的市长讲，你落车了，逐个人拢是行路的人。对啊，对，我都毋知这有啥物通好冤的呢，真诶。对啊，对啊。进前咧推测这个运动的人嘛有讲啊，逐个拢会老啊，逐个拢有会坐轮椅的一天啊，是无就是逐个拢有生囝的一天啊，莫安尼伤逼啊。我感觉第二个教育问题就是，我伫遮因拢有一个观念，就是行路的人上大。对。若车看到人伫行时阵，因就会停落来要让你。对。毋过像台湾拢是人伫让车。对啊。因为无想要互弄死。对。你感觉因为你嘛当时3月2月份的时阵嘛，等于台湾嘛，你感觉伫台湾开车甲伫英国开车，你有啥物无共吗？你敢会伫台湾咧开车的时阵脾气较歹？我袂呢，因为我感觉我伫台湾就是用一个英国的态度啊，但是可能我拢是。可能我那是伫英国可能因为我拢是在南部赛车，南部赛车较 relax 啊。是较 relax 无毋对，毋过我感觉我伫台湾开车甲伫英国开车是 two different personality。真正哦。系啊，因为可能进前会啦。因为阮遐就是阿公阿嬷较济啊，因拢无咧插的，你敢知？所以若撞到迄时阵是讲你不要拍方向灯哦，是用无咧看车呢，即款的。然后伫英国你会足主动的是，假设人若要插入来嘛，车若要插入来的话，拢会的互因过，就是会让伊。毋过伫台湾我就是讲，我死拢无要让你即款的，就是就是无要让啊。我知，我感觉大概可能伫台湾的生活拢较赶紧啦，所以会脾气会拍较歹。毋过伫台湾我嘛是会让伫行路的人。对啊，就是习惯啊。对，而且你伫台湾开车，若要让行路的人，因拢会就是做，就是会惊到讲，这台车哪会向要让我，即个感觉，你用安尼的面拢会当看出来。你敢有确定？对，正经诶。手一直你敢知？见经过，系啊。好啦，就是安尼啦，即是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下。好。安尼，咱今仔日的分享就到这。感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国泰民安。再会。我今仔日烧香菜，水果子，来回落水溪，参农民行同齐哦，拢来坐，烧酒来烘茶，落水溪，请人客，上生气的土地，稻仔青芳过一池，青菜水果青。